列王紀下第23章。王差遣人招聚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眾長老來，王和猶大眾人與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並祭司、先知和所有的百姓，無論大小，都一同上到耶和華的殿。王就把耶和華殿裏所得的約書念給他們聽。王站在柱旁，在耶和華面前立約，要盡心盡性地順從耶和華，遵守他的誡命、法度、律例，成就這書上所記的約言。眾民都服從這約。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並把門的，將那為巴力和亞舍拉並天上萬象所造的器皿，都從耶和華殿裏搬出來，在耶路撒冷外汲淪溪旁的田間燒了，把灰拿到伯特利去。從前猶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，在猶大城邑的邱壇和耶路撒冷的周圍燒香，現在王都廢去，又廢去向巴力和日、月、行星並天上萬象燒香的人，又從耶和華殿裏將亞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汲淪溪邊焚燒，打碎成灰，將灰撒在平民的墳上，又拆毀耶和華殿裏戀童的屋子，就是婦女為亞舍拉織帳子的屋子，並且從猶大的城邑帶祭司來，污穢祭司燒香的邱壇。從迦巴直到別是巴，又拆毀城門旁的邱壇。這邱壇在邑宰約書亞門前，進城門的左邊。但是邱壇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華的壇，只在他們弟兄中間吃無酵餅。又污穢欣嫩子谷的陀斐特，不許人在那裏使兒女經火獻給摩洛。又將猶大列王在耶和華殿門旁太監拿單米勒靠近遊廊的屋子，向日頭所獻的馬廢去，且用火焚燒日車。猶大列王在亞哈斯樓頂上所築的壇，和瑪拿西在耶和華殿兩院中所築的壇，王都拆毀打碎了，就把灰倒在汲淪溪中。從前以色列王所羅門在耶路撒冷前邪僻山右邊，為西頓人可憎的神亞斯他錄、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抹、亞捫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築的邱壇，王都污穢了，又打碎柱像，砍下木偶，將人的骨頭充滿了那地方。他將伯特利的壇，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裏，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所築的那壇，都拆毀焚燒，打碎成灰，並焚燒了亞舍拉。約西亞回頭看見山上的墳墓，就打發人將墳墓裏的骸骨取出來，燒在壇上，污穢了壇，正如從前神人宣傳耶和華的話。約西亞問說：我所看見的是什麼碑？那城裏的人回答說：先前有神人從猶大來，預先說王現在向伯特利壇所行的事，這就是他的墓碑。約西亞說：由他吧，不要挪移他的骸骨。他們就不動他的骸骨，也不動從撒瑪利亞來那先知的骸骨。從前以色列諸王在撒瑪利亞的城邑建築邱壇的殿，惹動耶和華的怒氣。現在約西亞都廢去了，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。又將邱壇的祭司都殺在壇上，並在壇上燒人的骨頭，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王吩咐眾民說：你們當照這約書上所寫的，向耶和華你們的神守逾越節。自從士師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、猶大王的時候，直到如今，實在沒有守過這樣的逾越節。只有約西亞王18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華守這逾越節。凡猶大國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、行巫術的、
與家中的神像和偶像，並一切可憎之物，約西亞盡都除掉，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華殿裏所得律法書上所寫的話。在約西亞以前，沒有王像他盡心、盡性、盡力地歸向耶和華，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。在他以後，也沒有興起一個王像他。然而耶和華向猶大所發猛烈的怒氣仍不止息，是因瑪拿西諸事惹動他。耶和華說：我必將猶大人從我面前趕出，如同趕出以色列人一般。我必棄掉我從前所選擇的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說立我名的殿。約西亞其餘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寫在猶大列王記上。約西亞年間，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發拉底河攻擊亞述王，約西亞王去抵擋他。埃及王遇見約西亞在米吉多，就殺了他。他的臣僕用車將他的屍首從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，葬在他自己的墳墓裏。國民告約西亞的兒子約哈斯接續他父親作王。約哈斯登基的時候年23歲，在耶路撒冷作王3個月。他母親名叫哈姆他，是納拿人耶利米的女兒。約哈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。法老尼哥將約哈斯所禁在哈馬地的利比拉，不許他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又罰猶大國銀子100他連得，金子1他連得。法老尼哥立約西亞的兒子以利亞敬接續他父親約西亞作王，給他改名叫約雅敬，卻將約哈斯帶到埃及，他就死在那裏。約雅敬將金銀給法老，遵着法老的命向國民徵取金銀，按着各人的力量派定，索要金銀，好給法老尼哥。約雅敬登基的時候年25歲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。他母親名叫西布大，是魯瑪人皮大雅的女兒。約雅敬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。